台湾有373种固定种蝴蝶，每一种有不同的花色和行为模式。唔了冇知道动适合拿来做蝶鱼戏。秋老花鱼是怎样的意思哦？一种大神奇呢。这劲风一的蝶鱼，听说是上新就会看到。这长板一的蝶鱼，就是千里寻爱。哎，这几嘞？在蛹里等待春天的黄颈蛱蝶，永恒的等待，正在等待它永恒的春天。某菜因为温室效应，旱田变虫5分钟内有东西煮好些，希望莫讲春天，凉天空里就看唔到。哦，赌到生存危机耶！计时开始。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给。松绑一条虫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莫冲就莫风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，爱老爱高松。当当当当，莫冲哟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浪漫在心中。夜间盼夜梦，冬月松树一种果。寒天不迷蒙，大不了去家等起风。某偏就某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错，老错高错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老师说你指定我加入这项研究，我很惊讶。为什么想找我？因为我想赌一个可能啊。我相信我们还是共同拥有着彼此的。我跟你现在共同拥有的，除了这个研究，就只剩巧巧了。也对，但是你却连让我去接他放学，你都不肯。我不是不让你认识他，只是他的状况特殊，你也知道。如果你想接近他，得答应我2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不可以擅自带他出门。第二，陪着巧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改掉之前分心的坏毛病。这2件事情做得到吗？一言为定。你呀、为什么你下降的速度还是这么慢？
你刚回来，当然让你一下了。英姐，你终身下来，来，来，安子 C， 你看，又是那个偷抓保育类昆虫的虫商。要是给我抓到证据，我一定检举他。好，我去把他赶走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哪迄好种？哪迄啊？林大哥，不是说好我去找你的吗？那你又说你缺钱，好啦，你赶快走啦。不要急。拿，什么？这信封里面有2万块，如果你可以再帮我找到一些好货色的话，我看情况再给你尾款。你的意思是说保育类昆虫？不行啦，抓保育类昆虫是违法的哎。杀人放火才是违法。你大学念这么久了，该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高风险才有高收入啊！巧巧，好棒！大青姐姐，好棒！巧巧在这，巧巧。雨桥日志 A 之3游戏。雨桥将游戏内容物给予游戏对象以外的个体。根据观察，此行为并不存在于以往的游戏脉络，可视为值得追踪的非常态行为。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于不了解人事物，我习惯先进行系统性的整理观察，这样也比较能够快点进入状况。好了啦，录什么音啊，观什么察呀？直接跟人互动是最快的啦，而且他先把球丢给你啊，表示他对你喜欢，对你开放，赶快把握时间，快点！你丢给他说要叫他的名字哦。巧巧，来丢给爸爸。哎，接到了。巧巧，喂，给你。外婆，妈妈，巧巧，巧巧，来，巧巧，喂，给你。巧巧，喂，哎呦，巧巧，乐山哥哥。乐山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好痛哦！你要帮我护护这里。咱会看看呢，用为改皮嘅装好诶，总得生抢啊！哦妈 ，Skype 啊 ，Skype，来 Q 用哪看一下？哎呦，按太在斯，来哦。申请账号，这么改啊？我的老娘嘅国外网友视讯啊。无啦，会伫个上，迄讲正经爱去法国，因做得用那个改皮啊，讲法。你迄个希望挨老上位留啲乜能存中研究下？先准备等咩？哦，矮弟弟啊，你遐不迄以退为进，啊唔攀得矮就讲啊。妈，用的呢？
无啦，我巴肚爱准皮肤咧，昨日兵书阮老悄悄带离开，没想到尚未出现，会当发现我亲盼的。妈，人讲，我做乜嘅家庭，爱老妈人乡下做乜嘅研究，我对你爱，自家嘅人生，自家爱负责，唔是相爱，玩好自家嘅心，还有悄悄嘅未来，较重要。點啊？好嘞，我嚟去歇困咧。妈，我老你听书。朱月成，你做唔得暗用險捱哦，牙把糖豆哦，叫佢誤飛嘅。阿姨，你太细心。刘尚伟就做得很唔嘛，就做唔得。你看我太呢，清秀，我公平啊。萬年哦，老捱嘅妹嘅鄉下，萬年嘅做得很捱媽。好，妈。哎，巧巧今天有开心吗？爸爸，我还要再抓一只。你还要再抓一只这个鬼焰锹形虫啊！可是已经太晚了，我们下次再抓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感情这么好哦，进展这么快哦啊！尚伟，厉害厉害哦！我想这应该就是父女天性吧。我跟巧巧啊，真的还蛮投缘的。哎呦，来，这是什么？对，给外婆看我看。看看哦。嗯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大一只哦！哦，这什么虫啊？哈？锹形虫。锹形虫。你跟外婆说，这是不是很难抓？嗯。很难抓大啊一。只呢，是不是？厉害哟！巧巧，妈咪要去买要给客人的东西，你要乖哦，听爸爸的话。好乖。我呢？你很无聊。答应我的事情记得要做到哦。知道啦， OK 吧？球球交给你。没问题，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？爸爸看看哈。哇，巧巧好棒哦，你点得很好哦，不愧是科学家的女儿。爸爸，我要出去抓蝴蝶，真的蝴蝶。抓蝴蝶啊？可是爸爸不能自己带你出去哎。要不然我们等妈妈回来，问完妈妈之后，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来，上坡，小心哦。慢慢走。扇角花金龟。雨强，你看，是扇角花金龟耶。雨强，你在这边等爸爸，好，不要乱跑哦。爸爸马上就回来，好不好？
别乱跑啊！小姐，那个身份证在哪？怎么噶？就这样来了。你都带加哪个身份证？怎么来啊？怎么该老爱报名啦？大家去按专业，爱伊咧太好神，老人掉嘛该老年啦。你是手啦，有彩条一年就被得中。爱无按有彩条啦。就係要。巧巧，你有冇看到巧巧樓上有個鞋？夾掉，咁冇注意。我就剛剛撞來的時間，就冇看到你呢。巧巧，巧巧，哎，妈咪上来，你不要动哦。一个人有没有乱跑？没有，在等爸爸。雨乔，雨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等很久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妈，刚才的事情是我的疏忽，下次我一定不会再。没有下一次了。刘尚伟，你答应我不会带他出去，你却没有做到。做人家父母的，不是想当才当。对小孩子，不是想记起来才记起来，想忘记就忘光光。我知道，但是因为我真的太专心了，所以就忘了。我承认，当年离开法国，没有跟你说一声，是我的不好。为此，我一直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但是谢谢你，今天你却证明了，当初我的不安是对的。一鸣，
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又做错了，也很抱歉，一直让你没有安全感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妈，尚伟，巧巧现在需要的是一个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会放下他的父亲。我明白了。哎，祝你安心上路，明天到法国之后找到新的幸福。你应该很开心哦。当然开心啊！谁叫有人把巧巧丢在森林里，活该。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账号加一下啊，我帮你照顾雨明姐和巧巧，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跟你讲。这个对。哎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会放弃以明吧？你不放弃，然后你叫我来帮你收东西，你不是要回法国吗？我是要回法国啊，但是我只是要回去跟管方做简报而已。你都捅这么大的篓子了，照常理来讲，应该要消失 ，disappear。就像以明说的，我分心的坏习惯，可能永远都改不了了。但是再怎么说，她们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，也是最关心的两个女人，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？哎，哪有人这样子啊？都来挑你好。你呀，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，你小心一点。小心什么了？你这个人就是跟我一样，只要热情一来了，就容易昏头。哎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昏头的对象是昆虫，我昏头的对象是以明姐。照你这样讲，以明姐会跟我在一起？以明需要的不是热情，是理解。我会说啊，你跟我一样，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只是空有热情，却不知道在现实的世界里该要怎么做，才不会给他带来困扰。我觉得只要待在以明姐身边够久，我总会了解她的啊。而且再怎么说，我应该可以比你多活10年吧。啊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谁能够得到以明的心，咱们大家再走着瞧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跟以明都还是生了雨乔，而你呢，
永远都只能当雨乔的玩伴。走开！好了好了，赶快回去剪发糊了。也没做对做假吧？拜托。为了快要诞生的小宝宝，他一天到晚飞来飞去。谢谢妈妈，你真的辛苦了。谢谢妈妈。辛苦了。好嘞好嘞。好诶，睡梦好吗？睡梦哦，睡觉睡觉了。睡觉了，故事讲完了，明天再继续。我可以跟巧巧说几句话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阿婆你睡梦哦。哎，晚安啊。晚安。帮我。巧巧，对不起哦，爸爸把你一个人丢在那个地方等我。爸爸明天早上就要回去喽。你要去巴黎上班了。爸爸不在的时候，雨乔会乖乖听话吗？会。那你会听外婆，还有听妈妈的话吗？会。那雨乔会乖乖去上学吗？会。那以后看到拼图的时候，你也会想到爸爸，对不对？乖。一鸣，雨乔，就麻烦你了。爸爸，那以后每天放学我可以去巴黎找你吗？也做唔错诶，头摆稳悄悄，收拾家爸爸，也下香港爸伊两子也分开，伊两煞有感情诶。
应该是。既然就等你有上位，带佢去法国啦。你支持来带巧巧去法国？你讲常会遇到巧巧，你当然支持啊。就算人转来，该相信我，你听说不会转来。本来一发，就等。不管3年、5年，听说不会等。你做啲唱行真正啲强用，高一毕业咧，变做传包，人口几十个的。一摆就好，本来感觉拢爱强用，生怕伫现实世界，唔会同把故事底度。哪有3年爱学，有年叫我爱做，哪个同法世界有办法解决俺问题？这个不用带吗？等我和巧巧去法国，我会顺便带过去的。一鸣，你答应了。但是你不怕我又……你的确有缺点，但我想巧巧可以理解，毕竟你跟他在某些部分都有点与众不同。我不应该再剥夺你们父女俩认识相处的机会。再说，我去法国对研究案也会进行得更顺利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一家3口终于可以在法国重新开始了。别想太多，我去法国是为了研究案，还有巧巧。至于我们，过了就过了，别再试着挽回。没关系，都听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跟雨乔总算又要回到法国了。谢谢你。彭楚，手一般较高。
来，大家吃点心哦。爸，你这么跟老彭出卖钱？玉兰阿姨，你没理那件事情了。奇怪呢，俺妹唔通，唔做嘛对小鹏诶变得俺有兴趣。哦，爱记咧，一天还唔盼得初恋的秘事，好听咧，唱吧，怎唔系咧？哦哦，严家咧。阿峰爸，拿到了，我先同意。无爱团队也好，无爱团队也好，老严家做嘛？好嘞啦，莫讲笑啊！你去甲讲，做么个爱老彭厝买摕来啊？因为啊，我靠到人家在我学校，我也下是昆虫类学生的来宾，掌声鼓励。学长好。学弟好。阿峰爸，据说你伫放榜以后离开某两村，迄味道伫开好以前，老彭厝全部卖脱。系啊，爸，真经的哦。嘿呀，爸上头太学校的3生年，也终身做得啦，发了买居。这种酸都得对唐叔叔交代的。快快。冠强，嗯。最新 APA 的格式，作者资料要写 email 信箱哦。好，填电簿。英文学术理论的名称不用大写。还有，你的样本大小、统计考验力跟信赖区间呢？这些东西都要附上啊。安志谁？学姐，来出席一下。冠强，怎么两手空空？林大哥，我想过，抓保育类是违法的，这还你。怎么啦？现在不缺钱啦？还是缺啊，不过我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哦，所以你说这句话，就表示你现在没有很缺钱。没关系啦，以后啊，要是有好货色，想通了，随时打个电话给我，啊。林大哥，我是真的想读博士班，我不想再卖虫了。可是冠强啊，其实到社会上念博士班也不错啊。到了社会上啊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嘞。好啦，
随便聊聊啊，加油啊！做对吗？哎，厉害太，这天数要懂虫哎。爸，我来做哎。唔爱捧桶，反正你是捧桶茶。姓米听说捧桶茶本年色香香，捧桶么你买了？用不啊？开幕大特价，买蜜送茶，李某。是吧？你怎么跟你们那个天数啊？来切个乱手哈。做对吗？做对。好。冠强，近本年你要爱上忙哦，心思给了。哪有乜嘅心思啊？每年的结条见面，讲哦。错啊，没有人哦，我老小族搬出来ฮ็，够冇钱，一下有诶哦。我有钱呢。对昆虫呢来讲，做得用按短的时间，差不多按多钱，我有乜个办法？小比哥，你中么？别乱想哦。然后我也没讲诶，今日脑癌解决问题诶。我下老到冠强，只有去做报道上，买本哎，你怎个？1、2、3，我就系公园的野餐守护者，小皮球哪有可能去创亚东城？错啊！我系好总，我系好总诶。学长是不容置疑的。错，小皮球，123东叫冇看到你做嘅。错啊！原本去错了，进度好。抓风卖茶天热，小皮球好运当头，原本去哦，沿着我听错，开张大吉，来走。走过经过不要错过啊！纯天然森林蜜啊！来，好，来，又香又浓。今天开幕大特价，大家都可以来试喝哦！来。会啦，根本你就安尼。含迄大量节，怎卖出去的？好了，红桶茶本领色锵锵，表示累积人气方向是对的。天公你继续大标哈。我讲诶，人气又不一定等于买气。那先讲哦，天公你有冇去哦？你啊？冇用啊！听讲你出川银太冇去，我妹袂去。错，根本你根本冇天数到啊，冇去咩唔怕。冇关系啦，就算存崖1、3年，也还是会上榜大片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明姐，去。也是我嘅起点，我高本。也下
连电显示老头发世界搞接点可以打开。我徐瑞成对亚开始，可以行动讲的现实世界，一步一步行向故所，唔听爱转来哦。妈，哎，乔乔，水摕来。哎呦，也今日哦，悄悄参转来啊，满肚满事，满爱迄巴黎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睡嘛个东西啊？啊，天空什么颜色啊？有没有虫啊？有没有森林啊？哎。我娘要甜喏，唔是笑啊。我唔笑，悄悄欢喜就做个证明，来去客厅吃醋的。点都很，我就这话就准你1-3年诶。唔是笑我，我当笑人诶。怎么解喏？我老人讲哦，一下哦，我有一啥小间谍，迄讲哦。无好好照顾自家，无好好吃饭哦，悄悄去打电话本来，我要坐别航机去弗朗斯，做 Amberg 本色。哦，按厉害哟！我张讲无限哪去，唔记得照顾自家诶。唔会啦。样诶呐？唔会哦。唔老许瑞成也哈娘啊？无事情啊。不过我看哦，按久没有免结的啊。哪有啊？我唱起也今日咧较无限，爱处理迄法国的事情。老许瑞成无相干。好啊，无相干就好咧。给许瑞成哦。我开好咧，对佢较好着啊。好咧，我要去水母咧。好啦，晚安哦。小叔，很晒都台北房屋租金啊，看起来迄无问题的。唐叔叔运动好，大妹妹个机会天数，经过天天要玩，我欢喜来做会错的决定，把问题讲出来。好诶，阿 Q， 我有事情要同你讲。讲啊。我要成功诶。用个啥？我要处理啦，我弟杭州唔得强啊，你本来就无按样计划啊。不过，唔清介绍人个啊。根本无办法啦，银行迄好送诶，
我有张磁铁路。没啦。第二天事情，你们没办法天数啊。容易，来肚后有不用了。我张去甲请时间去医院。钱的事情，你们是谁啦？哦。剩的唔老爱说。材料转来了。我敢唔知天发。唔亮啥？这个味道爱用到。我真件无按太材料啦！来。喂啦，唔用啥哦？讲放啦。我可以诶，上水么？唔听讲你耐水意思从，记得很爱。唔用啥很用诶，真个味道爱。司机唔免顶得很力的。等一下啦，来。还有事情哦，我跟老唔用啥参详。来上个月，安尼做唔得，听说爱做全面性的改变。然后来翕 video 做用站用版，老爱翕舞一捧桶，用 internet 分全世界去看到。我选人呀，我做自家做，输养自家负责。对，小朋友，你看啊，无情态，公亚重发，我爱买捧桶诶。M3剑客听说会固定班底啊，怎么？现在我呢，别把我算进去。小朋友，你做乜解啊？金钱唔系当天眼。现在无想清楚，还爱弟诶，因那张个错诶。我们都不应该助长你的幼稚。那一下有行较重要的生活结结，我先来跟我帮忙。小朋友，你根本应用的啊，这都杂谈哦。讲编就编，也给问题嘛个讲出来。来做对老母天数。成人世界烦恼，这个不切实际，连长大小朋友是不可能懂的。难怪哦，学姐，我问啊，做乜个？莫给死啊！怎么干嘛？不要唔讲哦，唔通天数算的哦。我是讲亚种发，讲来，劲嘞，莫给死啊！你屌啊！唔可以，叫下來。松本，你摸唔做得用呀？
接触更较多也梦想的勇的。我拜托唔老外哥，唔去法国以后，我系做对等咪咪，咪咪，啊，关上迄咩嘛个保佑类个虫诶，阮去他做去诶。我的暑假结束了。凉沙山的春叶了，心拄过送。光惨惨的用你的影，笑眯眯的碰碰的影，倒伫个摇久的影，摇久的影，等待你。流水的皮头。